志愿坐伫天顶，阮的阿爸爸上帝，阮感谢你，阮要来学到你，因为你是全能的圣洁，你是全能的公义，全能的慈爱，甲全能的信心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无看阮是一个罪人，你伫2000年前差遣你的圣囝。 来为着阮的罪恶，所有的罪过来受死，来受苦，定死伫十字架顶。我也搁较感谢你，因为你的全能，互阮的救主耶稣基督会当对死人中告啊，来为着阮的罪洗除一切。我感谢你，来差遣你的圣神来到阮三角地底。 以圣神做阮的保惠师，做阮伦理的指引，来甲阮教示阮着安怎行，阮要伫你的面前来过一个自由人的生活，完全拢是靠着主救主你的保惠甲圣神的带领。阮感谢你，赏赐阮的这恩典。 我来恳求你来帮助阮，会当来反省阮每一工所行的、所想的、所做的，是毋是有来回应主你遮尔大的恩典甲救赎？帮助阮，让阮看见阮周围有大家妈在游行的时，阮的心会受到。 偌尔大的刺激，帮助阮会当来反省。阮看到因无拜着真正的神，但是因的心却是那用真神拜真神的精神来跪拜，帮助阮反悔。让阮敬拜你是独一真的神的真神，阮却无用真心来敬拜，赦免阮的罪过。 你的圣神踮伫阮每一个人的心内，伫即个会场，伫即个教会聚会，你来掌管。我来感谢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